你没事吧？我来，没事吧？啊？顾小姐，今天我就先教你走路的仪态。好的，思辰，我需要借你做一下示范。好。走路的时候步子要稳，步态要轻盈，手部的摆动不可以太大，幅度要小。眼睛要目视前方，目不斜视，想象自己是一只天鹅。飞扬，你带顾小姐练习一下。你没事吧？我来，没事吧？啊？老板，我可能走不了了，老板，我腿好痛，老板，别让我走。给我演是不是？我陪你走。慢点，一步一步走。一步一步走。我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换一个动作？哎，别！哎，我脚疼的不行了，我真的疼的不行了，我得休息。真崴到了，怎么样？我看看。没事，歇会就行。疼吗？那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谢谢老板，体贴的老公。思辰，你过会儿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可以改天吗？我今天上午给你看的融资方案，我又改进了一下，明天要发给合作方，你帮我看看行吗？顾小姐，你的脚……没事，歇会儿就能走。那我和思辰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要聊，可以请飞扬把你送回去吗？行，你们聊。哎呀，毕竟脚太痛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老公早点回家哦，我先走了。没事，真没事，我不打扰啊，我走了。开慢点。我感觉你变了，是因为他吗？有吗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好像更活泼、更幼稚了一些。我不会被他带的越来越白痴了吧？或许你自己看不出来吧，但是顾小姐好像还挺特别的。反正我也没后悔认识他。脚还疼吗？我回家带药给你。没事了，谢谢关心。既然没事了，把嗨给啊、猛给啊腿抄100遍，我回去检查。